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7月2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台南7夕爱情嘉年华，市府积极营造来台南拜元老的文化观光，其中由精英酒店、大观音亭、行政宫、古来国饼店等跨界合作开发的创意用品，尚要伫市场竞争之下正式上岛。另外，由公所规划培训的小小导览员。嘛设计一条元老对爱的路线，邀请全国民众报名参加。台南市众信之都嘛是有上侪元老守护城市，所以北区公所特别规划一条元老对爱路线，同时伫大观音亭、行政宫甲丽林国小参与之下，由布袋戏王艺民大师所培训的9位小小导览员，上午嘛正式甲大家见面。希望透过因有在地提出的糟蹋，以及营造来台南拜元老的文化观光特色。我当然嘛知，元老耳高嘴看看，头起起，哪听哪看，要找对象交予我，千里姻缘牵红线。讲啥？真搞，真搞！哦，不是打我王娘，我倒一个小小兵，要带大家拜元老。会中市长赖清德嘛伊的授旗，场面相当温馨。市长表示，不止小小导览员有水准，另外结合5000间精英酒店、百年老店古来发所合作的创意用品，更是互元老连续成杯。市长讲算笑，元老嘛期待创新的用品，所以会中伫看出元老新准甲所有贵宾见证之下，16寸用品的新口味正式上岛。我们为了要准备月老的贡品啊，我们这个旧来花吧哈，旧来花饼铺跟精英酒店的大厨哈，来自法国的大厨叫做罗伦先生嘛哈，先去准备看看未来台南市哈这个月老的贡品到底是要新的还是旧的哈？就你看月老那办回我跟你讲，伊唔是讲，伊唔是紧旧的呢。伊有咱喜欢爱创新的，对吧？唔捌食过法国的料理，我嘛有这个机会哈，吃一下法国的贡品哈。那更何况是法国的主厨跟我们旧来花的这个珍藏啊，大家融合成一个新的贡品，我觉得这个会成功啊。那第二个，我们这个谢区长哈，他也不遗余力啊，跟学校合作，丽人国小合作，发起小小兵的这个宣传。刚刚哈一出现。我这小朋友讲得非常好嘞，好，那感谢小朋友各位姐啊。那你看那个寿喜很不简单的，那个照片都在上面呢。那个小朋友小小兵的照片都在那个旗子上面啊，所以从对比做对比，所以这个拿出来，哇，这个就小朋友一定很有荣誉感哈。那这个观光客看了呢，也一定很有信心哈。当年除了大型16寸的用品，主办单位嘛开发一座古水的元老地点，除了是台湾、法国合作的成果，也有2只枪对看代表和对象，嘛因为是放筷子的架子，向前赶快架出去，相当艺术。台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农历6月18是一年一度地府王爷圣诞的日子。上午12点，南天宫伫团拜祝寿典礼过后，下晡陆续进行食平安宴、过7星平安桥、进油顶、消灾祈福的仪式。请侪侪友公甲信众到场参加，场面相当热闹。同时，今年较特别的，各过去庆典当中所留来8仙菜甲零角顶，拢配合信众跋杯提回去保平安。
农历6月18號中夜聖誕一透早，陸續到各友鄉、高背景、各社團前來接受。9點一到，由在地店蘭天宮主委吳順德先率領羅主、商務、商監等廟內委員，佇雷鼓鞭炮聲中進行團拜接受典禮，以虔誠的心向中夜等列位尊神上香跪拜，恭祝聖壽無疆，嘛祈求阖境平安，增溫重陽。為了恭祝在地店蘭天宮中夜聖誕，地方濟濟信眾無過日頭赤影影，攏全家總動員，準備傳統的五星、水果、壽金等澎湃壽品，作為來到廟內參與盛會。同時，各友鄉、各社團、甲中家南部平台等接受的會口嘛攏照到，場面相當熱烈。五星啦，哦，五星就代表吼。就5項生理5項就對啦，啊5項果子啦，啊餅啦、金啦安尼啦，哎呦呦，啊阮逐天都有咧大廟拜的啦。啊，今仔是6月18吼，啊是阮地府千歲的聖誕萬壽，啊一般攏講中夜生啦，啊會使講吼，每一冬攏期待中夜生，啊今年吼啊原來共款照地府千歲的這個姓氏吼，就是阮原來有準備。啊，這個七彩平安橋啊，要來予所有的善神大德啊來消災祈福。啊，過七彩平安橋的進程呢，啊，阮會準備搭這個布棚，到電風，啊，準備素食的平安糯米，啊，加這個茶水，啊，要來予俺要過七彩平安橋的善神大德啊，先嚼飽，啊，嚼袂喙焦，啊，歡歡喜喜，啊，來過這個限橋，七彩平安橋，然後呢，啊，來啉這個符水。啊，精油啊，來整個的儀式啊，就是完全完整啊，這個消災解厄、祈福賜安。在地店蘭天宮除了一連串的平安接受活動，今年較特別的，也閣將歷年來慶典當中所寄回八仙菜甲年糕等做一番的整理，提供信眾跋杯都有機會提回寶地。今年較特別的，就是咱即馬看到這年糕丁甲八仙菜是。歷年來啊，這個慶典所累積的這個年糕丁八仙菜，今年丙申年中央講的聖誕，伊特別交代，這累積的年糕丁八仙菜，要來予有需要、有心的這個信徒來刻，哦，啊，這完全攏免費，哦，你只要奉香甲照面講，啊，你要對一個年糕丁，對一條八仙菜，一杯就可以啊，這予有需要。有心的信徒，哦，伊來提對啊，頂體平安也好，還是伊的這個福德，哦，要需要的，哦，所以今年較特別的是將所有遮攏甲盤點出來，哦，啊，互咱的善神大德啊，刻年糕丁，也是刻八仙菜，啊，對使用求平安。在地店蘭天宮一年一度的中夜生，透過各種的慶典，都來要祝賀聖誕千秋，嘛借此民眾消災祈福。電新聞管制郭博義採訪報道。安南區本園街94公有一段被違章建築違法佔用，造成內底3戶無路通行。事發進前已經超過半冬，但市府公務、警察等單位互相推卸責任。對此，議員林彥祖上午邀請相關單位實地會勘，要求20天內一定要做出實際改善，希望民眾交通的權益。在咧市議員林彥祖的強烈要求之下，市府督發地政區公所等相關單位上午來到實地會勘了解，因為違法所起的鐵皮柱阻擋着出入的交通，總共3戶的徛家受到影響。原本已經非常小的通道，佫放了濟廢棄物，環境又佫垃圾又佫亂，求助無門的住戶向市府尋求解套的方法。但一拖半年拢無消無息，所以轉向議員定情。都發局已經在104年的12月22號有發公文給公務局跟警察局，
以说这一条就现在的那个安南区本沿街的一段94巷30号前，这里已经是那个现有巷道。那既然是现有巷道，我们刚刚来看到的真的是相当的非常的离谱，就像民众提给我的那个照片，就是被围铁皮屋，你说这个摩托车要过去也过不了，相当的危险。这里面总共有3户，加上这一户总共有4户，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入。那在没办法出入，有一个民众就是说他自己去租房子，1个月要付1万5，所以说他们就是在这个经济方面下，他认为说这样子再下去不行，怎么我们的公务人员都停摆。那当我整个去了解，好，公务局更离谱的是，你收到了公文，好，收到都发局的公文，在去年到现在，你说你有请他拆除，好，这是占用现有巷道，是危害到民众公共行的安全，这是要急需优先拆除的，哪有这么久没来拆除的？那我们市府各单位的公权力去哪里了？是死掉了吗？还是生病了？一拖半年，状况一点仔拢无改善。议员林彦竹强调依法论法，但市府干务局副局长王建祥搬出市政府的内规，要求警察局爱先开单，以及要排时间处理。议员认为干务局无诚意，伊也将监督干务局，伫咧警方开单了20天内，若无具体作为，将要以业务过失向监察院告发。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关市下边和永康甲安南区成为台南市人口排名第1甲第2，两区人口加起来大约42万人。为了方便两区居民联络交通，议员林义正甲王景德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尽速拓宽中和路甲永安路40米联络道路，因应未来交通流量。上记者会，议员林景甲王景德以及这位里长共同为永康甲安南区民争取交通权益，会中包括副市长吴宗营以及公务甲都发局长嘛拢到场参加。其中连接永康甲安南区的主要道路永安路甲中和路，因为部分路段也未拓宽，议员争取市府赶紧开发。永康的永安路接安南区的长和路一段我想这条道路，在那个都市计划是40米的这个计划道路。那这个40米的计划道路，在长和路一段历史博物馆的前面这一段已经是开辟成40米。可是，在接近这个永康的部分的长和路一段，跟整个的永康的这个永安路整条，其实都还没有开辟完成那我们真的非常期待这个在这个永康区跟安南区的重要的连接道路上，这个市政府能尽速这个来开辟完成这条非常非常的重要，嘛是外关区要入来台南永康安南区，会使讲是一个第一个门面，第一个门面。因为目前呢，伫这个历史博物馆这边遮，伫这个和顺中华区遮已经有开辟40米，40米。这个中华区到这个安南平遮，到这个安顺大牌遮，还佫保持20米。到永安路这边，到迄个庆和路到永安路过到永康，这嘛是还佫15米、10米不等啦一只嘛希望讲。来拜托市政府是毋是会当这条路来优先，来甲开辟。对此，副市长吴宗营表示，其中永安路部分将配合永康物流中心甲盐行各种区段征收办理。另外，中和路部分因为总经费大约13亿，将争取生活区道路来办理。永康物流甲盐行各种，这拢用重划来做40米的道路，做甲咸水鸡盘，这段40米，那这两个重划，一个是已经要发包一个，你内政部都要通过征收计划后壁这桩呢，不但是安南平、棒球村，甲咱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这将来拢是一个景观旅游的发展的重点，尤其是那棒球村出来一场人卖5000人，迄疏散的。你知足大的交通量会疏散所以
无论如何啦吼，这个中央的预算，我们一定要尽量去争取吼。啊，若无，我相信市长可能原来会想办法吼。除了两区主要联络道路以外，另外议员嘛分别争取安区山顶60号、20米道路的拍通，以方便安区经过安定、加国道8号以及台南大厦附设中学边仔永信路拓宽，以改善永利街甲文化路的车流量。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来自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歌舞合唱团，曾经巡回全球各地表演。这次因将要来到台湾，进行一系列巡回公益演出。23号暗时，在台南市梦想田音乐馆演出，欢迎民众提票入场。一群来自美国犹他州知名歌舞合唱团，平均年龄对19岁到26岁，每一个拢是高材生。伫主办单位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台南支联会邀请，23号将伫台南市举办巡回公演。上午甲市府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用美妙的歌声传达爱的力量。听到这些热情洋溢的表演，大家都可以知道，微笑是我们共通的语言。那音乐呢，更是不分国际。那透过这些表演呢，我相信正面的音乐能够带来正向的力量，也能够安抚人心，使人快乐。那也期望呢，这一次呢，这样的一个演出呢，能够带给市民朋友呢，能够有很多不一样的欣赏国际演出的机会，那也能够获得内心的平安。这一次呢，刚刚从刘团长的介绍里面，我们很知道哈，这今天的表演团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个来自犹他州克雷顿这个艺术表演学院的高材生啊，大家一起来到台南表演，而且又是免费的哈。我非常鼓励我们台南市市民啊，一定要踊跃去参加，让他们的美意啊能够得到我们的赞许。那未来的话呢，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团队来到台南。这版演出内容以世界之声为主题，合唱团伫克雷顿音乐学院总监带领，嘛特别改编台湾名曲《乌鸦花》献予台南的观众。其中第2摆来台南的团员方永杰，每一摆都有特别的感受，而且国语嘛讲得真认真。这次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这个团体一起表演，就是为台湾人服务。然后他们离开以后，我会待在这边去拜访朋友。每一次都是台湾人，你们都真的非常的友善，都一直对我很好。台南公演23号暗时将伫梦想田音乐馆举行，有兴趣民众会当向台南市圣幼书局免费索取。开放时间是22号上午10点开始提票，数量有限，欢迎市民把握机会。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去年8月合并的空灵大学，主要培育服务老大人的人才。新教龄的校长黄宜春以护理硕士、家政博士的专才，要打造乐龄摇篮。伊也要将重点放伫台南分部的校园，希望培育更较侪优质人才，服务更较侪老大人。因应社会年龄层老化影响，康宁大学目前以培育健康产业的优质人才为学校的重点目标。新任的校长黄春怡有护理硕士、家政博士的专才，经验丰富，未来将带领康宁大学南北学生无定期交流，也要求学生考出侪项的证照，让康宁大学未来发展会当愈来愈好。
我们康宁大学的台南校区呢，未来我希望能够就有现有的这个优美的校园还有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系，主要大家集中在乐龄的这一块来做休闲这个体适能舒压这一块休闲观光当中来做打造。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推出来具有古都的这样子的游程规划，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休闲的活动设计当中呢，能够注入到创新文化这一块。那当然，我们跟北部的这一个部分的健康护理能够做一些交流，所以呢，我们会锁定每一次有不同的主题。那透过融入我们的证照，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健康创新服务这样子的一个产业能够酝酿起来。欢乐的仪式现场安排了济音乐的表演，提供给贵宾欣赏。美妙的音乐也让康宁大学董事长廖廷庄忍不住也上台，下起麦克，唱了《我爱康宁》这首歌，让现场充满了高高的温馨气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癌症的患者一旦发生骨转移，治疗的效果就会变歹，影响存活率，而且时常会引起剧烈的痛痛，严重降低生活品质。不过现在有一种新的放射治疗药物，会当治疗骨头痛痛。现在咱做回来了解。癌症一旦发生骨转移，常常都被判定是癌症末期。不过，若是会当早日治疗，将有可能延长存活时间。亲像鳞癌骨转移以后，依然有2-3档的存活期。在治疗上，包括有化学治疗甲手术治疗，尤其现在佫有一种新的放射治疗药物，成为另外一种选择方式。针对骨头的部分来讲，的一个情况，假设骨头的转移的时候有产生了症状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用手术的方式去治疗骨头的位置，或者是放射治疗的方式局部去治疗。那什么情况下发生像这样子的情况？例如说你脊椎被侵犯到了，那我们知道脊椎的骨头被侵犯到的时候，最怕压迫到脊神经的部分，你就会造成瘫痪、不能走路的一个状况。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今天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更新的，就是合一药物作为癌症骨转移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合一的癌症药物的一个这部分来讲，我们用的是雷223。那雷223你会发现很少有个药品有一个数字223。雷223它本身的223就是一个同位素，它是会放出阿尔法粒子。就是我们常说阿尔法 particle 粒子的部分，它就可以在骨头的地方把癌气除了把癌细胞杀死之外，也把一些被侵犯的成骨细胞、蚀骨细胞都加以杀死的部分。那它最重要的是阿尔法的粒子，阿尔法 particle 的话，它只有作为在一个10个细胞的一个距离，所以它基本上会把癌细胞杀死，可是又让正常的其他的成骨细胞、蚀骨细胞都能维护它原来的活性。那这样子的话，对你的预后、对你的治疗来讲，它的帮忙是很大的一个。医师指出，该项药物在2015年6月份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核准用在骨转移的裂喉腺癌病患，而其他癌症的骨转移也将会有较好的治疗出现，因此呼吁患者千万唔通放弃治疗的希望。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最高纪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7月21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Shalom.
praise.